韩国瑜这1年的市长对高雄市以及整个市府团队的付出，我们是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认真。我们做的非常的用心，有非常多海内外的好朋友来支持韩国瑜，那么希望来高雄表达他们支持的这一股声音，所以我们预计，我们1221下午1点11分，我们从凹子底公园出发拉巴队公园出发，那么我们会行经高雄博爱2路、明诚2路、自由2路、新城2路，再到博爱3路微笑公园的大门，在这里集合。冲、脱、泡、盖、送，听起来有一点点饶舌，但是呢，稍微解释一下。冲，千万不要冲动，保持平常心，要记住这些事。第二，脱，千万不要脱队，结伴同行。第三，泡，大家冷静，千万不要放任何炮竹。盖，一律的一概就穿红、蓝、白为主体的衣服，很开心的向前行。送，遇到任何状况一定录影，录影起来之后送警察局来追查。那么这就是1221下午1点11分，很多海内外的好朋友要来高雄参加挺韩大游行，我们热情的欢迎，同时也要呼吁所有罢韩的这些团体，罢韩，千万不要用游览车带外县市的人来高雄，千万不要发双主菜的便当给外县市来高雄，罢免高雄市长。外县市的人用游览车拉来高雄，罢免高雄市长。本身来的人户籍不在高雄，户籍不在高雄，因为政治动员，把这些人用游览车拉来高雄，是严重侮辱高雄市民的智慧。在这里，我要严重的呼吁，要强烈的呼吁罢韩团体，请你们张大眼睛搞清楚，你们今天罢免高雄市长，你不要从外县市调动人来，搞成政治动员。韩国瑜这1年的市长对高雄市以及整个市府团队的付出，我们是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认真，我们做的非常的用心，所以这些从今年2月份过年开始就在提罢免。我担任高雄市市长才2个月，过完年就开始罢免我，摆明的就是输掉高雄市长选举的民进党根本就是不甘心。